青春到底，大家对上比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甜心朱贵平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用兵。哎，今天咧找了准备的好无？一听我准备好看，本那个观众朋友大饱眼福。事情包就说嘅。嘿，哎呦，我期待哦。哦，到比赛之前，表演之前，还没有纯情好看、真厉害的评审先生。金曲歌王童艺行先生，山歌小天后罗莹莹先生，创作才子法神，今天哈，有唱到的那个山歌小天后，嘿，做乜嘅？带来一团精彩的表演。你要表演什么？你不会的唱山歌。哦，这个真的难。哎呦，这个我唔晓得。我永远拢喺老山歌，第机会不会拢唔晓得。鼓手吼，唱的那个评审欣赏的表演，吼，为那个观众朋友先来欣赏一段吼，给较不用较强顺的，吼，不用较强顺的。评审老师来表演。罗莹莹。小天后不是浪得虚名的，请到天后级的来唱歌，一模简单的梦。冇错。嘿呀，重金礼聘了哈。哎，我刚刚你这边讲话有点太恭维，我不习惯，但我蛮习惯。
有一点自式化。你也那俩节目会变到动又气质系嘛？啊，因为跟相亲距离太接近是吗？对，我怕相亲看到我太多的缺点，会越来越喜欢我，也不是办法。他保守一点。对啊，你没有，今天我很认真的哦，听他讲话。不错啊，我觉得他的那个表现越来越好。对呀，哎，因为款给今天进步，就可以大姐姐带着他嘛。大姐啊，他也不错，大姐姐啦你可以尽量请教他客家话。然后如果你要唱山歌的话，也可以请他教你。我连你都教不了我。你都还没有学半熟了，黑马，黑马，给落山歌都俩还迄一支，真的啊，草草会啊！啊！你还有艺术啊，三个两啊，冲啊！我想今天就麻烦你了，我们空哈了空精彩的表演就好。加油！哎呦对对对，哎呦你就尽量那个分数一直按一直按就好，黑啦我自己黑啦用分数堵住他的嘴就对了。好不用手软，哦，给他按下去。嗨，谢谢英语老师，我们空哈了空第一组的表演。咸水炸表演体由评审判分数，3位评审每个人各有50点呢，每10点呢代表奖金100万元，迄讲得到满分50点，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哦。
赞赏鼓励。哎呦，撒永吧，加油吧！你好。太搞哦。哦。哎呦，上岸哦。是上是上。这上是上哦。双口。雙啊？雙口的係嘛？雙口係乜係乜嘅？雙口係乜嘢？菖蒲啊。哦，厲害啊，陳先生。係啊，撒永先生，請問呢團成立已久誒？應該3年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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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3年天啊，談起度嗰種，你3年啦。啊，有幾個喺爭年啦，喺咗夾落嚟。談起度嗰種是過年嚟。係喎。哦，一圓面哦。肉身格。年齡是全部平均年齡70空。這位老師講唔好講出來。還有啥？今年28。還有啥？28歲啦。過年吃是很輕鬆啦。係，我請一位最後生嘅嚟公平，好冇？我請一位最後生嘅嚟。英英老師。其實真嘅冇簡單啦，因為講成立3年啦，吼，就得按車，嗰個音樂彈起來，除咗按樣應該當然按規模，所以呢，本期都肯定非常介好，繼續加油，我相信呢，10個半年的時間吼，做得很下好。按住先，接下來分分數。哦，咁你嘅評審先生哦，分2團，得到幾多嘅分數？來，老師請給分。講的客家話好像有一點，因為我的客家是馬來西亞的客家語。哦，對。你的那個客家，你還敢笑這個客家？老師，請給分。哎呦，17。哎呦，你冇聽到啊？我以為說那一台剛好那台，我還以為哪裡不滿意，嚇到說，哦，嚟到暗號，衝到1號，哎呦喂，師傅，等一下都問我。來，先生。太雜了，太雜嘅飯飽喎，嗬！嗱，佢天天嚟拌。我終於用美工刀切。好可愛哦！是冇我哋陳老師，是冇我哋咧福建班所有嘅同學，我哋共下來看海族嘅表演。掌聲鼓勵。哎呀，子怡，大家好，我係顏子怡。哦，
哦，中场鼓励，弹到以后呢，弹到清好，你竟然叫谁？14哦。哎呀，练一球。 3年。这把吉他很贵哈。新买的吧哈，没有扣胸。哦，没有，它有扩胸，没有扣胸，有扣胸啦，有去扣胸。谈公平哈。好啦，来谈讲那个同先生唱公平。啊，我嘅什么喊我唱过诶，唱嘅音准哦，歌嘅拍子哦，唱嘅动准动张，唱嘅以后。 喜欢去安尼唱的风色，真的乐器真的需要天分，然后应援人唔会就是唔会，真的哦，那你就放弃吧。我已经放弃了，那改学别的啊。我现在跑来介绍评审老师哦。哦，对，这个很棒。刚刚来看你那个评审欣赏哈，我们那个袁小妹妹得到几多个分数？老师，请给分。13、17。 15分哦，一致通过，恭喜你哦！帮你拿麦克风，好，我们继续加油哦哈！一叔拿定红包，一叔拿定你的吉他，最心爱的吉他。下一阵再来弹木 Q 用的好冇？好，好，我哋 Q 下来看下一组的表演。 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想要邀请一位可爱又美丽的我们主持人，我们掌声献给我们的主持人。好，来，麻烦你帮我捏着这两边，对，这边，好，捏着就好，放轻松。可以啊。你怎么笑那么开心？好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好，来喽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慢慢的往你的右边转，慢慢转一圈。好。你要再转一圈也可以了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放手了，可以放手了。谢谢，重赏鼓励，谢谢。我
我第一次帅哥，我们这觉得边请。我生平第一次变魔术就献给你了耶。是耶。对。又帅又会变魔术。跟上次来的魔术师完全不一样。我刚刚以为你邀请他出来，要跟他共享烛光晚餐。烛光晚餐是不是？好浪漫。下一次。下一次。对，下一次。好。一样是我可爱的、美丽的。好，我 OK。OK。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刚刚讲那一段话，台下多少人举手？啊，真的吗？哦，真的哎。你们真是大胆。怎么邀请一位得力助手？那要讲快一点啊！真的。可爱又大方又美丽的女主持人。哦，就会冲出，学会了，就会飞出来了，就会飞出。梦想就会。我刚刚那样 OK 吗？可以，很完美，很标准，很 OK 吧？对。下次多练几次，我应该会更好。对。对，不相信我们现在可以再来一次。再一次。不用，我们时间够长，时间有限，够长了。对。好 OK， 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大家好，我係魔術師阿良。客家人係嘛？係客家人。啊，你講的客家話好像有一點因為我的客家是馬來西亞的客家語。哦，對。你的那個客家，你還敢笑這個客家？我係施慧瓊啊。施慧瓊啊。施慧瓊是什麼？沒關係，他就是永斌比較自己屬於比較特殊的一個 freestyle。OK，I know。OK。哎呦，唐公平啊。OK。嚟談坤啊，你嘅發聲欣賞。反正。可是呢，大概要看到亞種嘅表演嘅時間哈，我就覺得，那個這種表演的練習啊，一定要很久哈，而且傳達出你自己的那個自信感，所以呢，其實大家都很有眼福啦，讓是嗎？給來坤，來看分數。好，評審欣賞不一朵分，好嗎？好，老師請給分。老師請下分數嘍。再來14。滿分。每次都是停留13、14。永斌，趕快把錢變出來。哎呀，這個得到6000條紅包。謝謝你，是夢你來，從安陽來提風來，期待你下一次不一樣的表演。沒問題，好不好？好，下次再找我。可愛的、美麗的、時尚的、活潑的、俏麗的。後面的多了。好吧，我會知道。你被人家講多了。我被講多了，依然我被講多了。天使機觀眾朋友，打電話來報名，向前同老兵拿獎金哈。唔錯，今日咩感謝三位嘅評審欣賞，我今日嘅表演照。向前同老兵太大的兄弟，我們下次見。再見。謝謝。